宜兰头城的大溪渔港定定去防讲粪扫真济，环境也早有臭味。为着要改善问题，在地渔民成立协会，和民间公司合作，引进机器，把渔港上济粪扫，也就是玻璃桶回收再利用。宜兰头城大溪渔港铺真济塑胶干仔、玻璃桶这粪扫，环境真垃圾，佫不时会当闻到臭味，互去买海产的观光客一直话挡袂掉。感觉到稍微有点脏，然后比较湿。你看踩了以后脚都湿湿的。是。大溪渔港因为海产家己掠、家己卖是热门的景点，不过嘛因为真侪粪扫，像讲渔民用来保存海产的玻璃桶，也甲人员饮料乌白蛋的塑胶干仔。在地渔民为了减少粪扫量，成立海洋之亲协会，甲民间公司合作，伫大溪渔港设玻璃桶减用机。玻璃桶这加热变成导热很快。玻璃桶经过减用了后，会当做房仔重新利用。渔民嘛利用再制了后的房仔，伫渔港兴建海废占地场。塑胶干仔经过清洗地取了后，嘛会当再利用。是用保冰袋，然后去取代，然后用保冰桶，然后去取代这些保利龙。协会未来嘛会甲海洋大学合作，伫渔港推广互渔贩保冰袋啊、加保冰箱，减少玻璃桶加塑胶桶的使用。除了渔民自发性努力，民众发挥公德心，嘛是互大溪渔港会当环境清气的关键。但是因为我们有发现它的垃圾量的确比较多，那我们明年会评估是不是把次数增加。县政府讲，每年大溪渔港除了会加强摒断，也会甲渔港甲民众加强宣传，莫甲粪扫等入去渔港，安若无依照渔港法，会罚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